电影放上头，咱来看花莲的赤科山甲60石山。即马金针花是已经开始咧开啊，不过部分的山路受到去年地震甲进前落雨影响，放弃的所在是还未修理好势，所以今年收花的路线拢有做管制甲调整。民众若是要去遐行搭，都要配合警方交通的指挥。 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届金针花季，花莲富里乡农会特别伫60石山留26公顷的花，目前花坊已经开2成。预估上好的赏花期是8月20至9月20。不少民众已经着急要上山赏花。全台湾最有名就是只有这边啊，这边是60担山最有名的金针花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的。不过因为去年918地震了后，加进前强降雨影响，60石山部分产业道路放弃，也未修理好，所以上落山爱分流正点通行，上点上山，下点落山，大概敢开放30分钟。开放游客上山时间是8点到8点半，那8点半到我们的9点，这当中就是清空所有的道路。那要下山的民众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9点开始下山，一直到9点半。那9点半一直到10点是清空道路的时间。另外，伫玉里镇的赤科山产业道路嘛，还未完全修理好，虽然赶工铺点加，不过未复办开幕季。上落山必须采单向管制通行，开放时间是10点到10点20分，12点至1点半，加3点至3点50分。 每日8时至17时30分，请民众注意，山区全线道路禁止甲乙类大客车通行，而汽车上山由竹林产业道路，下山由赤科山产业道路。 富里乡甲玉里镇2大金针花山区，虽然因为落大雨影响路况，不过金针农是讲雨水原来会予金针大开，欢迎民众上山赏花，不过一定要注意交通管制时间甲上落山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